即摆已经是11:10啦，咱着准时开始哦。可能有一寡同事较无用，会阁陆续上线。那安尼，今仔日咱着邀请着杨梅惠老师甲伊查某囝阿希吼，做伙来甲咱分享今仔日的题目，就是带台语囡仔的兼算考证。应该真侪人会足好奇咧，就是讲。其实我甲杨梅惠老师应该讲我上大印象就是伊是伫去四岁外的时阵才开始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哪会咱的囡仔拢袂晓台语，伫迄阵开始甲囡仔做伙讲台语，后来嘛有成功，就是全部变做台语家庭。所以今日就请梅惠老师来甲大家分享这段故事。大家好，我是阿希。大家好，我号做梅惠。阮要分享阮母仔囝，就是最近4岁才开始讲台语，讲到当差不多3档，所以阮要分享阮行3年的台语路。好，阮即摆呢要开始用阮的 PowerPoint， 吼，等我一下哦。我即摆，好，等下，安尼会使无？即摆还袂看着。即摆袂看着。还是乌的。也是乌的，好，搁试一摆。不你先挂迄报纸。会使。好，安尼有。安尼有吼。安尼会使，对。大家好，我是杨梅惠。杨呢是杨桃的杨，梅是玫瑰花的梅，惠讲工会的会。我网络名大家拢叫我 Candy。我今仔日要分享带台语囡仔的兼算考证，吼。因为我行台语路到呾差不多要满三年啊。阿希是4岁才开始讲台语，伊4岁之前拢是讲华语安尼。我即摆呢要分享我行的台语路，就是我上早是19年的时阵，2019年，着阿希3岁痛的时阵，参加一个台语的亲子团体，就是阮伫咧新竹参加新竹母语囡仔群，吼。后来呢，阮着参加迄个团体了后，因为去遐拢是免费的，而且爱排班讲故事，所以我参加2-3个月了后呢，就是遐个团长就是讲，爱照排，就邀请我开始讲故事。迄时阵我甲囡仔还袂讲台语，还袂讲遐尼矫正，就是拜三迄天去聚会，去囡仔群聚会才讲台语。阮就加入迄个社群嘛。迄个社群了后，伫咧2020年的5月，因就咧招要考迄台语认证，我就缀人报名考，考了后才开始学台语拼音。迄时阵是迄个活水来册房的黄静兰老师教的台语拼音。迄时阵阮囡仔3岁10个月，还袂4岁，我就开始学。学了后呢，我就开始知影台语界的代志比如讲台语，即少人讲的还是讲爱讲较矫正的，安尼才会当互囡仔开喙。后来呢，我就开始对囡仔执行，对囡仔讲全台语。迄时阵呢，囡仔就差不多才4岁2个月，就是2020年9月，我才开始讲较矫正的全台语。所以呢，就是差不多囡仔4岁2个月，我才开始讲台语，讲较矫正的台语。我进前拢是拜三迄天讲较济，其他的时间无咧讲。后来呢，我就全台语了后，我就想讲，
我想要甲即个全台语的观念推广，互较侪人知影。所以呢，我就开始发愿，我就想讲，安尼我本来是一个故事妈妈，我就去图书馆讲故事的时阵，拢会用台语讲，顺续推广对囡仔讲台语即个观念。后来呢，我就伫个前年2021年9月，就是囡仔5岁2个月的时阵，正做国校的台语老师，所以我即摆伫个新竹市的母咪学校教国校的母语，就本土语言的课安尼。迄时阵呢，阮阿母咧教学校的时阵，我迄阵就自学咧，我就会去一个人的厝做手工。就是迄是后来呢，阮就因为阮想要，我的想法就是要互阿希讲台语讲较标准的，所以我感觉伊4岁讲到6岁安尼伤短，所以阮6岁的时阵，就是伊1年仔的时阵就申请自学，所以呢，伊即摆是休大了后，就是1年仔要升2年仔安尼。所以即摆就是2年仔。嘿，对，伊即摆过休大了后就是2年仔。我就是目前就是逐年拢去考啊，就安尼有考着台语中级、对中级、中5级、高级安尼豆啊考起来。所以呢，我就是囡仔4岁我才讲全台语哦。我囡仔5岁就是前年9月我就去做迄国校的本土语的老师。这就是我参加台语的相关的经历。我就是先对囡仔课开始。后来呢，因为我转台语了后，我发现台语无够，环境无够济，囡仔课迄边的妈妈有的人讲较无标准，所以我就走去参加台语路，所以我就对新竹除了恁仔课来甲参加台语路，所以就阮就是保证，阮2个拢有。因为阮是要，阮阿希本来是拜3去囡仔课，后来加拜4去牵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的台语共学团，所以就变本来干那一礼拜一工的台语环境，加一工。同时间我嘛有参加一寡台语活动，所以其实迄时阵转换的初期，阮查某囝伫个台语活动一礼拜差不多有3、4工，拢有接近台语环境甲台语团，就是迄个亲子环境。后来呢，我就因为我转台语了后，就发愿就开始伫个亲子馆、图书馆讲故的时阵，拢用台语。我讲故的时间嘛，就是定定讲，所以我1个月差不多讲2场以上。本正3年前的我讲台语是袂练转嘛，会卡卡，佮有华语腔。因为我就是转台语了后，即马讲台语开口较有，讲了较练转安尼。我后来呢，因为阮查某囝读册因为囡仔课阮就渐渐无去，因为囡仔课是拜3早4。因为阮查某囝有去读迄大班，所以呢，我就趁阮查某囝阿希放学的时阵，就伫个竹北招一个叫做竹北二四台语共学，我就甲另外一个发起人安尼，就有创一个群组，即个群组差不多有90个人，阮就是提供免费的台语讲故的环境活动，互因需要接近台语环境的人来参加，这是开放的团体。我嘛有经营一个卖种业，叫做西西妈咪视同会。因为这个名是用华语号的，一开始是要讲华语讲故的代志。毋过因为我转台语了后，最近3档拢是咧讲一寡台语的讲故讲故记录，也是台语的亲子资源的分享。所以呢，我就是对4年前经营华语讲故的卖种业，到最近3年拢转做台语安尼。是安怎我会变做竹北二四台语共学的发起人，就是因为我感觉就是囡仔去读册了后，下课嘛是需要台语环境甲台语伴。因为阮囡仔课迄时阵拜3是囡仔拄好去读幼稚园大班，所以阮拜3无去，阮就另外佫招一个另外的时间，就是下班时间，差不多就4、5点迄个时间。迄时阵是拜2下晡，2礼拜一届，拜2下晡差不多4点半以后。
啊，阮即马用到打肉，对2021年4月到打肉差不多2档啊，安尼。啊，这是我甲阮查某囝伫个迄个离厝台语共学广告的迄种相片。啊，阮查某囝就是自细汉就对我即个故事妈妈四界广告，所以你看伊有台风，啊，佫会甲我提册，啊，佫会摕麦克安尼。所以这是阮母仔囝做伙广告的画面。啊，我转换全台语的过程是2020年5月先学台语，才全台语。啊，迄时阵我就想讲要考教育部认证，无学袂使。后来我就无说离网络去找着一个郭老师，啊，我就走去迄个高雄去学迄个课程的冲刺班、就是伊教你四界啊，教你安怎考调认证的美感。啊，因为迄时阵我考台语就是第一届考，啊无学甲焦长，所以差不多对5月准备到8月就凊彩考。啊，迄时阵无介认真，啊无说你就考调中级。啊，迄时阵听甲讲，迄时阵听会使，啊讲无遐尼，即马才练转，啊写嘛写无够，写无，啊迄时阵就敢若着 B1，就是中级。啊，我全台语了后，过当年就有考调 B2，啊，旧年是教育部的 C1 就是高级。啊是安怎我会追求这个级数，是因为我感觉我甲我的台语创较强的，啊，我的囡仔才会使传承我较焦长的台语。因为我迄时阵就是当初3年前就是无法度全台语，啊，毋过我学台语了后，才有法度全台语。所以其实我考这个认证是为着我的囡仔，我想要讲较焦长的台语，讲较水气的台语，讲较认真的台语，所以我才甲我的台语去用考试啊，甲补起来安尼。啊，事实上我后来顺续做母语老师嘛是加减啊兼咧做，就是最近安尼。啊，我想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因为即个我要即支影片就是要证明讲，阮查某囝伫个4岁进前，伊拢是讲华语，而且伊华语讲了即认真诶，伊会当陪我去，这是迄种福利馆诶亲子活动，啊，伊陪我去广告。啊，伊广告诶时阵，伊甲我斗开场嘛是讲华语，啊，迄时阵伊讲华语讲啊，即认真诶，佫有手势，所以我放这个影片是要甲你证明讲，我伫咧转台语进前，阮母仔囝着做伙用华语广告啊，啊，伊是在注意听阮查某囝迄时阵拢讲华语。啊，因为阮查某囝号做诗诗，啊，伊即摆台语号做阿诗。嘿，啊，我想要讲的是，伊进前真正就是讲华语，讲啊即认真，啊，佫会替我做华语广告的开场。啊，我后来是2020年9月才转台语的，所以我就是咧讲阮转台语进前广告的时阵是讲华语，啊，我就是2020年9月开始转台语。啊，其实迄个转啊，就是迄个下过头过身就过安尼，其实是一个差不多就是1-2个月尔，伊就真正转换足紧诶。啊，后来呢，我就差不多9月讲，啊，我10月就用我诶手机啊录影。啊，迄时阵有一个卖种影，就足侪人咧录诶，号做祝英台3声道彭丽芳。啊，即个卖种影呢，伊就有，我就迄天甲伊录影，是因为阮查某囝讲，迄时阵已经开始步出台语啊，因为伊对9月开始转换，啊10月我就甲伊讲台语诶影片录啊去。迄时阵，即个祝英台3声道彭丽芳是咧找迄会晓讲台语诶囡仔，啊，我就互伊顶出来安尼，啊，所以我就互恁看伊当初差不多4岁统咧讲台语诶影片。我毋知遮你有看到，安尼会使无？啊，安尼会看袂到，因为分享诶毋是迄个。哦，安尼好，你好，我即摆要用者，安尼会使无？
安尼无呢？安尼看到回烫的意象。好，安尼我知，我搁试者。好，我其实我互恁看的即个就是讲，要互大家知影讲，伊后来就真紧就转换，就是阮9月转换，伊10月就去录即个影片安尼。对，我就是要互大家知影即个代志。好，我就继续哦。我的意思是伊转换足紧的，吼。后来呢，这就是伊转台语的第4个月，就是阮是9月转嘛，2020年9月，这是2021年的1月，所以阮差不多转第4个月，伊就讲台语已经讲啊真老啊。所以大家有看到即个影片无？迄时阵讲4个月尔。好，迄时阵伊就差不多已经4岁半，所以迄时阵是转台语第4个月安尼。后来呢，阮就因为迄时阵2021年的5月就疫情冲起来，就封城，就袂使出门。迄时阵阮是图书馆的志工，所以图书馆的负责人就叫阮遮个故事妈妈录。迄时阵我就甲伊讲，阮要录台语的，伊就讲会使，所以阮母仔囝着讲台语，也袂一冬就去录即个声音。我感觉迄时阵阮查某囝讲啊真自然，互大家听一段安尼。就是即段，即段有广告。好，安尼大家有听到无？声音有声音，毋过无影像哦。对。有声音无影像对吧？对，有声音无影像对。对，无要紧，我搁用者。因为即个影片啊，就是迄是图书馆甲阮加片的，即个影片就是。安尼有啊。有对。好，我就讲到遮。我想要讲，因为你看伊才转换一冬尔，伊还袂讲矫正的台语，伊讲矫正的台语才还袂满一冬，就有法度录即个影片。所以我想要互大家知影讲，囡仔其实你也是讲较全台语，讲较矫正的台语，其实囡仔吸收了真好。伊讲台语就足自然的，因为阮是2020年9月转的，阮录即支影片的时阵才差不多是2021年7月安尼，所以我就是要互大家讲，其实甲囡仔讲台语，你也是讲较矫正的，其实囡仔拢会输出真紧安尼，输入就是输入有够济，有够矫正的时阵，其实伊的台语会当开喙真紧。
所以呢，我就讲到真好，安尼哦。安尼，所以迄时阵讲台语讲袂到一重。啊，是安怎呢？我即摆要分享我是安怎会对囡仔讲台语，因为迄时阵其实是一个，敢若我拢甲大家讲我是去互雷敲着，啊，毋过因为我是先去学台语，才接触一寡台语资源，才学台语迄个老师啊，还是同学啊，是遐个妈种个互我的观念，啊，我着知影台语的历史，啊，台语互人打压，啊，台语有迄外语化、兴趣化、表演化，啊，这是阿华师讲的。因为阿华师伫咧2、3年前有一支影片，啊，伊影片出来了后，伊就足穿的，啊，伊就会四个去演讲，伊就讲台语有3化，外语化就是台语当做外语来学，啊，兴趣化就是有兴趣才成立一个社团，就是兴趣化，啊，表演化就是即个台语歌手也是台语主持人，因落台了无咧讲台语，就台语上台才讲。啊，因为安尼，所以呢，日常无咧用，无咧讲，所以台语伊就讲，阿华师就讲，台语差不多佮过50年就会要死去啊。所以台语就是经过2个世代，差不多50年就会伫咧咱的台湾社会行向灭亡的迄个阶段。啊，毋过呢，后来我即个互雷敲着即个意识，就豆豆启发。啊，因为我就想讲，我台语细汉踮厝讲，啊，阿爸阿妈阿母拢甲我讲，啊，是安怎我出社会了后，逐家伫咧社会拢无要讲。啊，毋过迄时阵我细汉讲啊足自然的，啊，我出社会了后就无咧讲，因为后来大学就去读外县市读册，啊，无住厝内，所以台语就愈讲愈少。所以我就是对3年前甲台语捡转来，才甲我的台语喙齿接较好。啊，因为我细汉讲啊，差不多要30年无讲，所以其实我台语已经变甲足袂认得，啊，而且就是会感觉台语拢讲了无好。啊，毋过我豆豆安尼转台语了后，我就感觉我台语其实佫会使，就是比我的共年岁，因为我定接咧使用嘛。啊，所以呢，我是安怎我会对囡仔讲台语呢？我感觉趁细汉吼。紧替囡仔打造即个台语环境，啊，咱的华语去幼稚园、国校内底就学就好啊。因为愈大汉愈歹转换，啊，我感觉我4岁转换已经算较早，因为你若是6、7岁要叫伊缀你讲台语，伊可能迄个外在的变化因素佫较侪，所以阮就会鼓励即个学龄前的家长吼，愈细汉。就爱紧讲台语，啊，愈大汉愈歹去转换，所以我4岁转换算讲已经真慢啊。啊，有个人上好就是囡仔1、2岁咧学讲话时阵，吼，甲伊讲台语。啊，佫有就是讲囡仔的台语环境刺激源无够，输入无够，囡仔真好开喙。比如讲囡仔4、5岁去读幼稚园，啊，伊转来甲你做伙5、6点钟，安尼伊就是伊的台语环境刺激源无够济。啊，迄时阵阮囡仔转换时阵是4岁统，啊，拄好伊无去读中班，所以我的环境就甲伊1礼拜经3、4工拢是，互伊甲台语囡仔做伙，台语环境做伙，台语活动。所以我迄时阵会成功，是因为第一，阮查某囝无去读幼稚园；第二是我一个人带，而且我讲了有够焦躁，安尼。啊，所以呢，我就鼓励家长，就是讲，咱台语踮厝呢生活中自然讲。啊，咱家长亲身开喙对囡仔讲，是上紧上有效，嘛是上好诶身教。吼，因为即侪人讲啊，我拢叫囡仔讲台语，啊，囡仔拢无爱讲，迄是因为你用叫诶。啊，毋过你也是大人，家己亲身做，啊，你莫用叫诶，莫用指令诶，啊，你着甲伊讲台语，用迄生活诶话语咧传，伊是上紧诶。啊，佫有就是讲。因为我一直讲，我对囡仔讲台语是3年前有一个母语意识，啊，因为我知影母语意识就是知影一寡代志了，我就会感觉我即个代志无做袂使，所以因为我有意识，所以我做就会足紧诶，足有迄个冲，我就安尼冲起来。啊，我感觉迄个意识就是，你爱知影讲，是安怎大家拢无爱讲台语，是安怎台语封禁即段历史，啊，迄个意识是豆豆仔找转来。
所以我感觉就是，你也有母语意识，你就会一直坚持做甲全台语安尼。所以呢，佫有就是一个意志力，你也是无够，你拄着困难就会讲，阮囡仔听到台语就反感啊，也是讲囡仔叫家长莫讲，佫有厝内人可能无人要配合你讲台语，比如讲恁翁嘛袂晓讲，恁大家官嘛无支持。其实一间厝内底，只要有一个人坚持讲到90%就有效。所以阮兜就3个人，阮翁是毋是台语的族群，毋过我甲囡仔讲台语，就讲到90%以上，安尼就会使。事实上，阮翁是甲囡仔讲华语，阮囡仔是甲阮翁嘛是讲华语，干那我甲阮囡仔讲台语。其实阮家庭是较无遐尼复杂，因为有诶人是甲阿公阿嬷住，是有同师仔，也是有就是大家庭迄个语言诶迄个程度就无遐尼简单，因为可能囡仔佫会甲讲华语诶囡仔接触。因为阮兜干那我一个全台语，阮翁是趁钱较济，所以伊诶时间甲囡仔做伙，就是暗时食饭饱，佫有教恁尔，所以其实阮全台语是因为阮的环境、刺激、私立是有够的。过来就是讲会鼓励一寡家长讲，我台语袂认得，要安怎开始做？我拢会鼓励家长讲，你变甲真厉害才开始，你需要开始才会豆变厉害。因为我开始的时阵嘛讲了袂认得，而且我开始的时阵台语嘛讲了客客。毋过我就是因为安尼。这3年全台语，我练甲变做用台语做讲师，会当用台语讲PPT 袂假字，也是讲我会当用台语去表达我的想要讲互大家听的。所以其实是我3年前嘛讲台语讲到遮老的，而且嘛无法度用台语去表达一项代志。你一定要开始，你才会豆变厉害。因为我3年前嘛无遐尔讲台语无遐认真。佫有就是要分享对囡仔全台语的一个美感啦，撇步甲美感，就是讲，因为我迄时要转台语，就是2020年的9月，我有暂时阻断多数的华语环境，因为阮4岁之前有参加华语共学团，我感觉阮查某囝去华语共学团遐就袂讲台语，所以我就暂时无互伊去华语共学团，我是主要照顾者。我就一个人全台语尔，我就坚持拍拼，我就无爱听一寡什物无支持的声音，我就干那接近台语的人，也是代志，也是亲子活动，我就是无爱互伊暂时莫互伊接近华语，因为华语世界拢有啊。毋过你也是要互囡仔的台语迄个输入爱较济，所以你要暂时甲华语禁掉安尼。佫有就是讲台语，大家拢会嫌家己台语袂认得，也是细汉无讲无法度讲。你就是会当家己学，因为我嘛是有熟悉足济家长，就是家长细汉嘛无讲，毋过伊大汉去学读甲写，甲家己的台语甲听甲讲捡转来。因为我是细汉有听甲讲，所以我即马要捡转来较紧。因为我有熟悉迄台语的妈妈，伊细汉拢无讲台语，毋过伊要对囡仔讲台语，伊嘛是袂认得到饲3个会晓讲台语，讲甲写叫的囡仔。我想要鼓励大家，就是讲，其实你莫一直嫌家己讲了无好，迄是因为你一开始讲了袂认得，毋过你讲半年、1年了，你就愈讲愈认得，而且你会讲较标准，安尼。佫有就是会分享一个台语的俗谚语，台语的俗谚语会讲：近朱食赤，近蜜食血。佫有一个俗谚语叫做：戏馆边的猪母袂分小麦拍撇。意思就是讲，你接近啥物所在你接近啥物款的环境，你就会生出啥物款的囝。所以你看，我接近台语环境，我就生一个会晓讲台语的囝。毋过，因为即个家长伊拢会甲一寡亲子资源放伫个，可能是英语也是其他方面。毋过，因为我感觉即个台语敢若学龄前较好顾，学龄了后，就是6岁以后，囡仔去受国民教育，
即个台语环境搁较歹经，搁较歹去找学找。啊，过来就是有人会讲吼，即马国校啊阶段拢有咧教台语啊，啊，毋过事实上一礼拜一节40分钟其实无够。你有看到我诶环境诶刺激源，一工是24点钟，扣掉囡仔咧困10点钟，其实是14点钟浸伫咧台语环境，啊，差不多2个月才有法度讲较迄认真。所以我感觉就是一礼拜一节40分钟，安尼是无够诶。像阮查某囝咧转换诶时阵是一工24点钟扣掉10点钟咧困，其实是伊有14点钟是听我讲台语，啊，我毋是逐分钟拢咧讲，啊，毋过其实14点钟着听台语诶迄个状况，比你一礼拜40分钟讲台语诶状况，所以其实是安怎一礼拜一工诶台语课一节囡仔拢袂晓讲，迄着是伊个听伊个环境诶视力无够，啊，所以呢，伊敢若是参与点水，伊无法度伫咧学习造成啥物偌大影响，伊着是加减啊学尔。所以我感觉就是语言环境最重要诶，所以囡仔吼，阮会晓讲台语诶好处，就是讲因为艰酸苦涩咱爱分享嘛，啊，我分享诶就是我拍拼诶过程，啊，毋过其实讲台语会晓讲台语诶囡仔有足侪好处诶，会当甲咱诶母语传承啊，咱未来50年后，我即个家长无伫咧世间，啊，毋过阮囡仔嘛是会记哩讲台语诶记忆。而且会比伊细汉无讲诶遐讲较认真，迄就是因为我细汉有讲，我即摆会当遐尔认真。啊，搁有就是学龄前有机会会当发展双语脑，啊，啥物叫做双语脑？就是共时阵会当华语、台语切换，像阮查某囝当到因阿爸就讲华语，当到我就讲台语，安尼叫做双语脑。啊，有人讲伊学英语，啊是安怎？伊毋是双语脑，因为你英语无咧逐工咧使用。像阮查某囝，伊即摆讲台语。佮比讲华语较济，因为伊教我诶时间较济。啊，像囡仔也是要讲双语脑，要讲英语就讲袂来，因为伊英语就是干若学，啊，毋过无机会去输出，啊，毋过伊无法度用英语真认真甲人沟通，安尼就无算双语脑诶范围。所以一定爱是会晓讲2种语言以上，像阮查某囝就是台语、华语拢讲了真认真，啊，伊会当互迄前额叶搁较活跳，嘛会使强化前额叶功能。啊，是你也是有双语脑，你老人会当预防失智症。啊，这拢毋是我凊彩讲诶，这拢是迄科学家研究去研究出来诶。啊，你看，我甲你讲，阮查某囝也无讲台语，伊就无机会甲蔡总统面对面讲话。所以呢，我即摆要分享一个阮查某囝，就是进前就是讲台语啊。互新闻报道诶画面，啊，我即摆搁分享一个，即个是阮查某囝因为讲台语无细字呢，拄好有机会甲迄蔡总统讲话。啊，即个影片是旧年诶世界母女日诶活动，啊，阮拄好去替牵囡仔手行台语路去摆搭。也希望社区政府机关会当打造优质母语环境，互母语生活化、文化继续。啊，这个讲无，要讲台语哦。哦，这看目镜了，阮查某囝。如果乖囡仔甲总统用母语开讲，总统对啦，学女伊介绍讲台语，也鼓励伊伫咧幼稚园地甲同女讲。世界母语日2月1日，生就要到啊！我意思，这是阮旧年2022年2月18日一个新闻报道，啊，我嘛是真好运，啊，拄好记者翕到即个画面安尼，吼，啊，我想要讲诶就是讲，你看，阮查某囝着因为会晓讲台语，啊，着有机会甲总统讲话。安尼啊，有当时啊，有诶会晓讲台语，也无一定会当甲总统讲话。啊，毋过你看，阮拄好阮旧年诶2月25岁半，安尼啊，
过来就是讲，阮定定讲台语，拢会互青云人学落啊，较肯定啊。啊，毋过青云人感觉伊生活中做袂到，因为伊毋知影，其实大人讲全台语就好啊。伊一直感觉爱教囡仔讲台语，用教诶，讲啊，这是金蕉，啊，这是电火，啊，这是青色，这是红色。伊感觉安尼教才会使，其实毋是，你就是生活中逐句话拢讲，用对话诶方式来互囡仔进。吼，咱即马吼做沉浸式诶安尼。吼，阮就是安尼学台语诶，啊，其实阮嘛毋是学，阮是甲台语当做阮诶日常。啊，搁有就是阮查某囝因为讲台语了后，最近3年，伊甲阮阿母诶感情真好，妈孙啊。啊，阮阿母最近3个月中风，啊，你看伊就是用台语讲较济，啊，阮查某囝拢用台语甲伊讲，伊就会较介意阮查某囝，因为阮阿母诶细汉伊就讲台语，啊，伊中风了后，伊头壳无清楚，伊嘛是感觉台语甲伊诶迄个感情较晏，所以伊会感觉阮查某囝啊讲台语，伊就会感觉较介意阮查某囝，所以我感觉阮阿母就是甲阮查某囝因为台语即个做妈孙仔诶感情佫较好，啊，佫有就是身份诶认同，有当时啊，阮就会认同家己是台湾人，所以讲台语，啊，事实上其实即侪人会用华语讲我是台湾人啊，伊也是。什物外省人还是客人，伊嘛会讲我是台湾人，但是因为阮拢用台语讲，阮就强调台湾人就是讲台语的台湾人安尼，所以我感觉即个身份认同就是有的人伊会分较清楚，就是讲台语才是台湾人，无讲台语就毋是安尼。啊，佫有就是我感觉我讲母语真骄傲，因为有的人嘛无法度，一世人拢无法度家己的母语找转来。所以我会当甲我母语找转来传承互阮诶查某囝，我感觉我真骄傲。所以我感觉这就是一种，敢若你人生做一个有意义诶代志，吼，毋是讲你趁钱趁遮济，啊，毋是讲你变甲真有权有势，啊，毋过你讲台语，你就是感觉你家己甲别人无共款，这就是一种使命感、成就感安尼。啊，嘛是对我自我价值的肯定，因为我即世人做对的代志，就是对囡仔讲台语。啊，过来就是讲，阮会分享讲，对囡仔讲台语有2个上好的时机，一个就是囡仔红个仔拄出世，啊，第2就是趁即马。啊，听讲科学家讲，0岁到12岁进前拢有效，因为你即马无做，你规世人永远都袂负做。我就是安尼想，我囡仔4岁时阵，我才想讲，我迄时阵无做。我可能即马7岁，我嘛无爱做，因为你知影7岁迄个变数，甲家长想要互囡仔学诶物件，佫无共款，所以我感觉就是趁你即马想要做，就紧拍拼去冲去做，因为囡仔12岁进前，伊其实伊诶迄个听拢咧吸收，亲像有诶人是12岁进前是听较济，无机会讲，毋过伊大汉要找转。要甲台语找转来就较紧，啊，像我细汉12岁进前是有听有讲，所以我即摆会当用台语演讲。啊，有诶人是可能是有听无讲，啊，伊台语就讲了，佫较客客安尼。所以我感觉其实迄个语言环境就是趁你12岁进前去营造，啊，营造就是你要讲较标准也好，还是讲无标准拢无要紧，你只要有输入就好。啊，而且你即摆无做，规世人都袂负，因为囡仔会一直大汉嘛，啊，愈大汉，伊受外在诶环境影响就愈大。所以我迄时阵就是3年前就是趁即个心态，即摆无做，规世人都永远都袂负，所以迄种心态去做。所以我毋知影这3年冲遮紧诶。啊，过来就是讲，我拢会甲人分享讲，因为阮是3岁以后才转诶，所以囡仔要开喙讲台语有5个真关键诶重要，就是家长爱有决心开始。你若家长无意识、无决心，你讲甲喙烂全破，伊嘛是感觉迄拢是表面诶物件，因为知影讲讲母语真好，啊，毋过伊无去做，也无去开始，伊永远拢感觉别人拢做阁到，啊，家己做袂到，这是一种迄种自我诶挑战诶代志。啊，第2就是你爱去创造，也是去接近即个台语环境。啊，无我迄时阵去囡仔课诶时阵，4年前去才讲，啊，转来就袂赴，因为迄时阵我还袂有台语意识，所以你就是爱互家己
伫个台语环境继续讲台语，无你离开迄个环境，你就袂记咧讲。迄就是迄时阵我意识无够，过来就是你爱找一寡资源，甲你的同才做伙支持。比如讲，阮线顶有一个足大的社团，叫做对囡仔讲台语，并且有一个公开的社团。搁有你会当找迄做伙讲台语的囡仔伴，组共学团。第四就是爱坚持到底，莫找借口。第五就是爱永远做落去，莫放弃。因为我做甲变惯势啊。我就是会当看到阮查某囝讲台语，看到阮人讲华语，这就是我嘛是双语，我的日常生活嘛是双语。敢若是因为我甲阮查某囝的生活是较定做伙，做伙点钟数较长。你听咧，阮伫厝内吼，做学吼，拢讲台语的哦，一句华语嘛无。毋过就是讲。我厝遐拜一的时阵，讲我早早起来，阮老母嘛早早起来，我会练起来心哦，我会袂母困，所以阮老母就是爱我入去。好，多谢你好。过来就是讲，继续就是讲，讲遮济就是讲，我会当确定一个代志，就是讲语言的使用，你也是无环境的支持，就爱看个人的自我的意识。亲像我离开台语环境嘛，继续讲台语，迄是因为我身躯已经内建讲台语的一个软体啊。毋过迄个内建的过程，你爱甲台语的能力捡倒来，对。内建就是自然讲台语的即个头壳甲即个 sense。搁有就是讲，你也是感觉爱自然，毋是讲这是电脑，这是香蕉，是爱讲。爱自然就是讲，你电脑甲我摕过来，你要食香蕉无安尼？毋是安尼教，是因听无，是因听无，就一句话，先台语再华语安尼。对，连伊转换的时阵，伊拢知影。转换时阵，比迄啥物语言好，囡仔就是感觉伊要转换的时阵，伊听无，就是先一句台语，台语无反应，你才讲华语解说。其实呢，幼囡仔的转换就是先一句台语。才讲一句华语，再搁讲台语，安尼就是一句话讲3届啦。有当时较频繁就讲2届，就先讲台语，台语伊无反应，你才讲华语解说。台语是阮上重要的语言。对，就是讲你的生活中感觉这是毋是重要？无大家拢知影讲台语真好啊，讲台语传承真好。毋过你知影，毋过做袂到。你也决心要做的时阵，你只要开始，你就会有一寡信心。愈做愈好，亲像我3年前嘛讲了台语，讲了足袂认得的。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就是爱伫咧生活中，毋通干那知影尔，你爱开始做。开始做就是开始甲你的同事，也是甲你的朋友讲台语，也是你去参加一寡台语活动，熟悉一寡台语友志，你就会发现讲，你做的代志其实，即大家拢安尼，毋是干那你做到遐尼拍拼，大家拢是共款。即拍拼，甲你的台语的喙齿找转来，因为迄是爱接讲喙才会顺。过来就是感谢大家，我就讲到遮。毋知大家有啥物问题要问我无？安尼好。真感谢每位老师。大家敢有啥物问题想要讨论啊，还是要分享的无？咧拍扑啊，感觉上好啊。对，我就是讲，我嘛真感动啦，感觉今日就上重要一句话，就是讲，大家，我相信大家真侪人拢感觉台语是足重要的。毋过其实上重要就是爱去做啦，毋是讲你准备好，我台语已经足好啊，才甲囡仔讲。其实咱因为受到即马国民教育完全拢毋是台语的，所以应该真侪人甲咱共款，就是我啊、你啊，大家拢是共款的。有人细汉的时阵有讲，后来就较无讲啊，可能20-30年无讲啊。像我，其实我细汉的时阵有听到，毋过嘛无啥咧讲。受到国民教育，迄嘛毋是台语的，所以一直拢无咧讲。一直到咧生囝的迄个时阵，才开始感觉着，这台语是足重要。若是我阁无讲，囡仔绝对是袂晓讲的。所以伫迄个时阵，咱开始拍拼甲囡仔讲。你讲准备好，绝对是无可能的，就是开始一句一句。我会记大汉查某囝生出来以后，我一直咧 Google 啊，看到物件咧想讲，这个物件到底台语是要安怎讲的？一个一个安尼学起来的。
到即摆会当规场演讲拢用台语讲，迄嘛是经过2-3冬的拍拼。毋过其实甲拄出现的婴仔讲话，这绝对是上轻松的，因为因无需要讲啥，你着开始一个物件安尼一个讲，伊嘛学，你嘛学，开始伊学较济以后，会晓讲较复杂的话，你家己嘛会晓讲愈来愈济。第二个就是佫较重要就是讲，有个人讲我即摆囡仔嘛毋是婴仔伊可能已经华语嘛讲甲真练倒你要安怎甲伊转换过来？这当然是佫较困难的代志。毋过你若是即摆无做，你规世人拢袂做啊。就是爱为即摆开始，你感觉这是重要的，无去做嘛是了然。对，多谢迄贤家医师的分享，就是讲，我感觉阮做就是做对的代志，所以愈做愈 enjoy， 而且一开始做无好无要紧，阮嘛毋知影，阮3年前嘛毋知影，阮即摆会当用台语分享阮行台语路的过程，因为这拢是我料想袂到，阮嘛伫咧开始做的时候，阮嘛毋惊人笑，阮嘛会惊家己失败后来阮嘛是一直做去。坚持了就成功，成功了后就日常讲，讲到100岁，母死我嘛死，一直传承落去。你看，认真囡仔有遮尔了解，所以阮就鼓励即个大人会当甲囡仔的学习，就是囡仔的观念嘛真正确啦。所以呢，就是鼓励大家吼。毋过有个人讲，我囡仔已经10几岁啊，20几岁啊。毋过我感觉后摆会当互囡仔一个观念，就是当来厝就是讲台语咱会当尊重语言。语言爱尊重，因为语言你无讲，就袂当传承，无传承落去，台语就死翘翘啊。对，所以阮查某囝的台语意识真有，所以伊就会当讲，即自然讲即款话。即款话毋是我教伊讲的，迄拢是伊这3年对后尾拍拼甲台语找转来，伊后来知影的。因为我这3年拢一直参加台语活动啊，也是我家己去学啊，也是我家己去参加一个台语演习，就是关于我教学的部分。我就是感觉我家己做了成功，我就会即想要分享讲我成功的经验，互其他的人来复制，就是伊会当。安尼学一步一步豆豆来，我嘛是对袂晓开始的，我嘛毋知我3年前，我3年前嘛料想袂到，我会当用台语去分享我家己的经验，所以这拢是我学台语甲台语找转来一寡想象袂到的好处，这嘛互我的人生变甲无共款，就是甲3年前的我真无共款安尼，所以我就分享。鼓励大家紧开始做安尼。我的今仔分享就到遮，毋知阁有其他的朋友还是来宾想要访问，还是问问题。敢有人？你讲？敢若阁有人问问题？你问阿希一个，用紧问我。你问我即摆几岁啊？你问我即摆几岁？我问我讲，即摆伊是6岁，11个月，后个月就7岁啊。所以伊对4岁讲到7岁。明仔载了后，搁过一礼拜就7岁，所以已经算足坚强啊。对。安尼。咱就先到遮啦，今日就足欢喜邀请梅慧老师来演讲希望会当互大家搁一寡这分享对咱是真正足有启示的，真真多谢，以后应该还阁有机会搁来演讲，好，安尼咱就到即摆结束。多谢。再会。再会。多谢，再会。